啊，又到咗咪咪 cooking 嘅時間啦！今日咧，終於教大家做萬眾期待嘅韓式紫菜包飯啊，即係韓式壽司啊！首先呢，就趁熱將白飯加入麻油啦，同埋1茶匙嘅鹽去撈勻，然後呢，就等佢攤凍。咁大家呢，可以呢，就試一試味呢，再自行調校個味道㗎。跟住呢，就可以將雞蛋呢加入半茶匙嘅鹽啦，同埋味淋去發勻佢。之後咧就可以燒熱油鑊啦，將蛋咧煎成蛋皮啦。咁攤凍之後咧就可以將佢切條噶啦。然後咧就分別將蟹柳啦同埋餐肉咧放到去滾水嗰度淥一淥。跟住咧就可以將菠菜咧放到滾水去淥30秒啦，然後咧將多餘嘅水分咧將佢擎乾。之後咧就可以喺壽司隻上面放上紫菜，然之後咧再鋪上適量嘅白飯去壓平啦。咁提大家啦，紫菜咧滑嗰一面咧一定要向下喎，而粗嗰一面咧就要向上。然後呢，就平均地放上材料，跟住呢，就可以將有材料嘅部分呢，就捲起壓實佢啦，然後呢，就可以將成條捲起再壓實佢。咁最後咧，將佢切件咧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咁提大家啦，要用利啲嘅刀咧嚟切喎。咁另外咧，每次切完咧，記得用濕布抹一抹把刀咧，就會容易切一啲噶啦。成咗手頭上咁大碟嘅韓式壽司啦，係咪非常之吸引呢？咁咧，依家咧最重要嘅環節就係試食啦。好唔好食呢？其實咧就真係好視乎大家買咩材料去做㗎。咁因為其實當中咧有好多都係現成買翻嚟嘅材料，即係譬如好似係餐肉啊、蟹柳啊、青瓜啊、醃咗嘅蘿蔔啊、泡菜啊呢啲咁嘅材料咧，其實咧大家買翻嚟基本上係唔需要煮就可以現成咁樣攞去包㗎啦，已經。即係所以話呢個壽司其實又唔係話難食得去邊嘅，放心。咁另外一樣嘢咧，可能大家見到我喺飯嗰度咧落咗2湯匙嘅麻油，可能會覺得好多咁樣。我食完之後咧，其實咧個飯咧我係食唔到有麻油味呢一樣嘢咯。係啦，咁所以其實係唔需要擔心係話個味咧係好勁啊咁樣啦。我終於咧有時間咧去做到呢一個嘅韓式嘅壽司啦，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